深夜塞车，拄到这种的状况，真正会惊死。发生伫中华，有民众讲，有不明的男子甲队、甲砸车，佮举枪来敲伊的车门，伊有够惊，赶紧甲车驶咧走。想袂到路口的时阵，咧停红灯的时阵，这个男子又搁落车来敲伊的车窗，甚至做出着举枪的动作。伊赶紧打电话来报警，直接甲车驶去分局，对方才离开。查甫人趁红灯的时落车，手敢若个举枪挖进民众的车辆，嘴阁细细念。民众惊起来，车驶得紧走，想要到查甫人竟然是落甲对车，阁趁红灯落车共敲两个窗仔门，甚至举枪。看人将车驶走，查甫人唔死心，阁共对起哩，窗仔门阁倒一粒灯，一直共死，要逼人停车。当时民众是要对中华湾林路南，对方对倒我的车道驶出来，就一直甲对调调。因为后座说看到他有枪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开窗户，对，因为我们不敢跟他对谈嘛。在永靖分住所的头前，查甫人落车挖进民众车辆，民众发现查甫人敢若有举枪，就喊将车驶走。等到后一个青红灯，查甫人将枪藏伫咧背后，行来敲民众的窗仔门，佮做出举枪的动作。民众惊一个喊将车驶到参杯分住所，发现这里受理，赶紧佮将车驶去报道分局，敲电话报案。对方这个时阵才放弃对车离开，路上约7.1公里。完全没有新的纠纷。你有惊到？有。当时车上有谁？当时车上就我爸跟我妈，很害怕，然后隔天要去拜拜。警方接到通报，抓到这个查甫人，而且在伊的身躯顶发现一支塑胶底枪，因为枪身是金属做的，无尖着看根本看不出真假。查获当日持枪恐吓的那个空气手枪一支，以涉嫌恐吓跟妨碍自由罪嫌随案移送。民众讲，甲对方无任何温管，也无行车纠纷，无代无志去互逼车敲窗仔门，害伊着找惊。查甫人问话了后，互依照妨害自由罪上班。若是枪击鉴定有杀伤力，佮爱加判一条违反枪炮条例罪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